愛妻，有德有才，勤有儉。妻夜你待一郎心一片，夫婦情長，惆悵樂無邊。生兒念啊生兒念，此身如在龍宮殿，與龍君歡宴，飲啊傾言啊公主心情。張周憲啊點解此情此景？今夜重現啊目前啊，莫非你就係龍女三娘？與我還未倦，龍女三娘，知你愛呀我心未堅，我不怕言明一片，有一位木家樣龍女學我柳藝把書傳，原來佢就係洞庭龍三公主，因為嫁夫不良慘遭虐待，我替佢傳書父王，救佢返回宮中，令到佢骨肉團圓。回宮殿，就在龍宮設那宴，大眾喜地。